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5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几个奇葩现象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首先就是有人把一款价值200-300元的路由器经过包装运作卖给了一家大学，卖了多少钱呢？是以75万的价格卖给一家大学，从300块加价加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后面是疯狂的加零呢。这个手法比烧一股还要简单粗暴简直赶上这个俄罗斯对谷歌的处罚后面是35个零。这么离奇的事情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杀猪盘都不敢这么编对吧？缅北那个杀猪盘那个电诈那剧本都不敢这么写，所以说大家确实不敢相信。但是这个事情被人揭露出来之后人家把这个路由器的编号给它标出来了如果不标这个路由器编号，那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万一是黑科技呢，对吧？万一又是最新研发的产品，它就是值75万。网友查到了这个路由器规格型号，是普联的一款产品，叫 TL-R473G。网友在网上一查这只是一款普通路由器，在某电商平台普联官方旗舰店询价，该款路由器售价仅为299元，还包邮299元反手卖给一家大学，就变成了75万。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离奇的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重庆。近日有网友发消息称重庆三峡学院在进行设备采购时疑似存在违规行为，该校采购的普联 TL-R473G 出口防火墙中标价格为75万元一台。没错75万一台他不是说我买了1万台一台75，那还挺合理的，它就是一台。而通过电商平台搜索其同款产品，就是一台路由器，价格仅为299元。5月11日下午，封面新闻联系到重庆三峡学院院长李静，了解相关情况。他表示目前重庆市政府采购中心正在调查此事，采购将重启。那大家就好奇了这个中标的单位是何方神仙呢？居然能够这么运作。你说那好多人千辛万苦的跑到缅北，跑到什么迪拜，跑到中亚，跑到印尼、菲律宾搞电诈，那不是舍近求远吗？背井离乡的，而且还挺危险，容易被黑社会控制。最大的杀猪盘就在我们身边。大家对这个中标公司非常感兴趣。封面新闻调查发现，该项目中标公司叫丰都县宏正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地与实际办公地不相符。通过企查查 APP 提供的电话，记者尝试与中标企业丰都县宏正商贸有限公司进行联系，接通电话后，对方表示打错了，并将电话挂断。通过查询宏正商贸公司的注册地为丰都县新地场村五组，记者又联系到新地场村党支部书记陈女士，她证实宏正商贸公司的股东是该村村民，但该公司只是把企业注册地放在新地场村，并不是实际办公地。去年我们做经济普查时，他们公司股东于某和龙某还说没有在经营，也就是这个企业就没经营，但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问到本次采购的相关信息时，陈女士表示并不知情。针对本次采购出现的问题封面新闻第一时间联系到重庆三峡学院院长李静，我们的公告已经发出来了，具体以公告为准。5月11日，重庆三峡学院发布情况说明，学校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核实，经核实和取证，拟中标供应商相应的产品实际是普通的千兆有线路由器，与学校要求的网络防火墙技术标准严重不符。目前重庆三峡学院已向采购代理机构申请，按照相关规定对项目实施采购终止，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只能说这个世界真的就是个草台班子就连中标、串标、作假都已经这么漫不经心，就都这么不负责任。就你好歹糊弄一下，你好歹尊重一下这个吃瓜群众，现在就是不顾吃相连掩饰都不想掩饰了，累。毕竟299的东西75万的价格卖过去，你看上去好像利润挺丰厚，但是毕竟相关部门相关人等一分，大家钱也不多，所以这干活的他就积极性不是很高，活干的比较糙。我只能这么认为也就是说这中间你别看着好像
差价挺大，但是不够分呢，对吧？说不定这个75万大头不知道谁拿走了，具体干活的这些人拿的不多，一分钱一分货啊，对吧？你只给了这么多钱，那你只能买这样的服务。至于这个什么啊，中标公司啊，就是个壳。这很显然了，注册地址都是假的，公司那个交社保的员工没有，显然就是个壳，拿着壳要过一下水，做个手套啊，哎，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个啊，巧了啊，前2天啊，这个江西的第3大水库啊，他要对外承包发包他的经营权，那谁要拿着这个第3大水库的经营权，你可以开发旅游，你可以养殖，对吧？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本来是招标啊，结果啊，跟这个重庆三峡学院一样，中标的居然是一家成立仅6天的公司，一家成立仅6天的公司拿下了江西第3大水库的20年的承包经营权。大家看视频啊。江西第3大水库洪门水库啊，居然被一家成立仅6天的公司拿下了20年承包经营权，每年租金1300万。这水库可不简单啊，建于1958年，当年可是全民出力修建的，现在却和公众没了关系。更让人疑惑的是啊，这家公司成立第2天就参与竞标，注册资本1500万元，还是认缴状态。虽说啊，当地农业农村局回应是请了第3方拍卖公司依法进行的，但公众还是充满质疑。从法律上看，认缴资本之下，新公司有资格参与竞拍，可从常理讲，短短6天，他真有实力承担每年1300万的承包费，还有后续的投资吗？而且啊，这个水库的开发设计、生态保护和公共利益，20年的承包期，会不会让公共资源变成私人牟利的工具呢？后续这家公司啊，能不能按承诺投资，水库能否合理开发利用，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大家觉得这个事靠谱吗？对此大家怎么看呢？没有最离奇啊，只有更离奇。现在啊，已经明目张胆，就是为什么这么明目张胆，就是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啊，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但是现在都不避讳了，只能说明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是经济形势不好，这中间利润越来越少，活就显得有点糙。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干活的人呢，素质啊，那是一代不如一代。就过去的人呢，造假，对吧？还讲究一点，还追求一个神似形似，还追求一个让你一时还看不出来。那现在就是明目张胆，我就这水平，简单粗暴，对吧？这是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也没必要藏着掖着，哎，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最终是什么意思呢？最终就是说你能拿我怎么样，能奈我何，对吧？以前是在桌子底下搞的这些肮脏的交易，现在就是明面上摆出来，你又能怎么样，对吧？以前就是对大头啊是蚕食，对吧？在下面偷偷摸摸的薅羊毛，薅一块是一块，现在就明着薅，对吧？他们发现啊，完全没必要藏着掖着。哎，如果说这个啊，你说还有点技术含量，好歹跟招标啊，对吧？走个程序啊，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就更离奇了，更直接啊，更露骨啊。2025年啊5月10号18时，说有媒体报道啊，这个郑州啊经开区，也是国际大都市啊，郑州经开区啊八大街地铁口附近，那个地铁口附近有很多这个摆地摊的，现在不是地摊经济嘛？然后这个记者就发现啊，哎，有个别摆地摊的摊主啊，居然向每一个摆地摊的收烟，就是香烟呐，哎，那些摆地摊的都老实买一条烟啊，有的1条，有的2条，交给那个摊主。那个摊主他收烟，他凭什么收烟呢？他说收烟干什么？据这个媒体说啊，这个摊户啊，他把烟收完这个统一的交给城管。这么一说，大家好像就似懂非懂了，是吧？马上就要恍然大悟了。这个事情媒体是怎么知道的呢？是那个摆地摊的有些摊主啊，向那个媒体，对吧，提供线索，举报说他在那个郑州啊经开区八大街地铁口附近摆地摊的时候，有一位神秘人呢找他说啊，你每个月啊只要上交一条240到260元的芙蓉王香烟，就是一条芙蓉王嘛，那个烟大概有的地方卖240，有的地方卖260、250都有，反正你只要上交一条芙蓉王的烟，就能确保在夜市顺利经营。哎，如果你要不交的话，后果自负啊，你很难继续在这儿摆摊。然后这位神秘人呢对他说啊，说这个烟也不是我要啊，我只是带个话，这个烟是送给城管的。把这个烟送过去之后呢，这个城管他以后就不来这一片巡视，也就是你可以随便摆，来了也是做样子。你说这个
这个场景，这不是那个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港台片里面的黑社会是这么干吗？庙街13少，对吧？还有什么洪浩南、郑浩南吧？那不就收保护费吗？各个档口，对吧？这得交保护费。哎，这个事情啊，不是杜撰，因为啊，郑州经开发布微信公众号，也是官方啊，11日消息说，郑州经开区联合调查组5月11日发布关于媒体报道经开八大街地铁口夜市摊贩收取香烟初步调查情况通报。2025年说这个5月10日、18日许啊，这媒体报道啊，就刚才说的这个个别摊贩、其他摊贩收香烟，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中间商赚差价啊。总之啊，说针对媒体反映情况，经开区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核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说经初步核实，经开区明湖办事处涉事人员袁某某涉嫌授意个别夜市商贩向其他夜市商贩收取香烟，现已对袁某某停职调查，并依法依纪从严从快处理。对其他涉事人员，下一步将根据深入调查情况，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这是新京报报道的啊，你说这个和明抢没什么区别了吧？这可是人民公仆啊，经开区明湖办事处涉事人员。我在想啊，一个办事处的人员，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吗？后面有没有保护伞？有没有后台？一个办事人员有权利决定城管巡视哪一片吗？哪一片可以豁免？也就是说啊，这个郑州啊，官方啊还是要深挖一下，对吧？你摆出这些小鱼小虾有什么用呢？这个是典型的啊，就是明明可以巧取的，他非要豪夺。你说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了，对吧？你巧取啊，你好歹照顾一下别人感受，他非要豪夺。这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也只能说啊，现在说来说去都是经济不好啊，经济形势越来越差，经济形势差，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地方政府卖地卖不掉，地卖不掉，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对吧？工资都发不下来，公务员呢欠薪也很严重，奖金对吧？这些绩效都是大打折扣，收入急剧下降。这是还有编制的，没编制的那些这个编外人员，那恐怕更惨。那怎么办呢？对吧？人人都要过日子啊，人人都有按揭贷款要还呢，那只好他就瞎游瞎路啊，别有别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吧？手中有权力，不变现能行吗？所以这个299的路由器卖75万，所以说这直接摊派，对吧？你交香烟。这个以前咱们老是说啊，经济不好，然后就罚款就多了，叫非税收入就暴增，大家都领教了啊，对吧？以前这个行人过马路违章了啊，不罚款，现在都是罚款，对吧？以前都是教育，口头教育批评，现在是批评加罚款，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罚50，这个以前都是教育啊，对吧？交警批评一下，远洋捕捞，对吧？各种搞钱，哎，这个好像前一阵子得到纠正了啊，对吧？坚决这个要查处这种罚款、乱罚款、乱罚没啊，还有这个远洋捕捞啊，你把这个路堵上了，但是问题没解决，就是这些人缺钱还是缺，怎么办呢？对吧？你把他这条路堵上，他就走别的路啊，所以299的路由器卖75万，也就不足为奇。所以这个城管呢，什么街道办事处的，对吧？收保护费，对吧？也就好理解了啊。那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咱们的节目也说了啊，这个有网友说他从工行买的那个金条啊，然后拿到这个黄金那个回收的地方，结果发现说那个金条是假的，掺假了。这个事情咱们节目也说了。然后这个5月9号晚上，这个涉事的工商银行上海市嘉定支行就该事件发布声明称，说一位客户在该支行辖属南翔支行购买了2款金条，5月7日网传在上述金条剪开加工过程中发现疑似杂质，经核实情况不属实。然后说那个杂质啊，是在它剪开的时候是附着物，就附着的那个切口的表面是附着物。然后这个网上啊，很多人就莫名其妙了，各种说法都有。这个新京报啊，昨天他有篇报道叫三问工行金条掺假事件，银行金条从何而来，融金为何会发黑。实际上对韭菜来说啊，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金条，为什么从工行买的金条会有问题，工行的金条值不值得信赖，工行的金条会不会有掺假。这个工行啊，在声明中称啊，经过与客户协商一致，2款金条送至上海市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国家金银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质量检测、送检、领取检测报告环节，均由上海市嘉定公证处办理证据，保全公证。经检测，2款金条检测报告均记载检测结论含金量为99.99%。
99无质量问题，也就是签足金呐。经上述质检机构以专业方式清洗疑似杂质，已脱落，应为金条售出后外部附着物。以上结论均获客户认可。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各家银行不同黄金产品来源渠道各有不同。一般来讲，国有银行销售的黄金实物产品是从正规的渠道采集货源。上海金融学院钱币博物馆创始人黄瑞勇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如中国金币总公司等熊猫币等纪念币则由中国金币总公司制作，银行直接从该公司进货成品，而银行的品牌金条等主要与具有官方认证的企业进行合作并进行定制。据了解，涉事金条上有招金字样，其生产厂家为招金集团，即招金集团与工行合作生产如意金系列金条。资料显示，招金集团成立于1974年，位于山东省招远市，是一家以矿业链、深加工产业链为核心。实际上，这个旗下的这个招金矿业啊，是在香港上市的上市公司。工行相当于自费委托黄金公司采购生产。一位银行贵金属部门主管告诉贝壳财经记者，与工行不同，他所在的银行则是直接向黄金公司要成品。这两种模式都会对金条的质量进行严格把关，且设有多个质检环节。但是上述银行人士也透露质检以抽查为主，因此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银行的黄金出现问题存在几种可能性，如在金条检测环节，虽然都有检验证明，但基本是按批次抽检。银行每年的抽检也是在仓库随机挑选部分金条去三方机构检验，同时在物流环节上不排除可能调包的情况。此外，有些金条存在回购以后二次销售情况，不排除调包问题。此次事件中，当事人购买银行投资金条后，到一家金店打造首饰，金店在金条被剪开过火，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黄金出现变黑现象，因此当事人质疑黄金掺假。工商银行声明称，网友提出质疑的杂质因为金条售出后的外部附着物，但这份声明对于外部附着物并未进行解释。如果黄金产品含量为 99.99%， 在过火检测时不会发黑，反而会越烧越黄，而过火后有黑色产生，则意味着可能存在杂质。一位黄金回购领域资深专家告诉贝壳财经记者，无论是回购还是打造首饰，将金条剪开过火是必备检验黄金纯度的流程。真金不怕火炼，就这么来的，对吧？你只要真的黄金烧来烧去都是黄的，有杂质呢，你烧完之后就有黑色的，因为它的密度，对吧？比重不一样，你融化之后，那杂质可能就附着在外表，会发黑。上述黄金回购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一些黄金饰品制作过程中使用的焊药，有如长期佩戴所沾染的油泥等，都会让实物黄金产品在过火时发黑。但是这些就是胡说八道了我认为你这些什么油泥你这些有机物，你融化的时候这些东西都烧完了，有什么残留只有是其他的这个金属烧完之后还在。所以说，如果是什么焊字什么这个焊药什么乱七八糟的在黄金上面你这一过火的话，这些东西第一个它自己会烧掉了，第二个即使烧不掉，你一擦就没了，擦不掉的是金属。这个专家说当前由于黄金价格较高，市场存在不良金店商家使用特定手段让黄金看起来不纯、克扣分量等行为，因此他建议消费者融金还应选择值得信赖的正规金店。好了，就是工行这个假金条这个事件这里面有几个环节有可能会出问题。就第一个是银行自身有问题，银行为什么自身会有问题呢？这个工行的金条它是委托什么招金去生产的，但是它是抽检你就保不齐，对吧？没有捡到的这些金条可能会出问题。第二个，工行卖的金条里面还有很多是它卖出去之后回收回来的，也就是这个金条脱离了工行的视线，它回收的时候这中间就存在问题了，对吧？收回来是不是签足金？就是这里面可以做手脚这是银行这一端
第二端呢就是顾客，顾客拿到这个金条之后，他会不会做手脚？哎，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他要讹工行一把。那么第三种可能就是这个顾客拿着金条去金店呢，对吧？把它熔了，打造首饰，或者是把这个金条价格涨了，他卖给那个金店。那么这个金店啊，人家就有可能做手术。我记得我有一期节目介绍过，对吧？他像变戏法人的，在你这个金条上面啊搞上这种附着物啊，然后说你这个金条纯度不够，好以此来压价，或者是增加手术费，对吧？你这个纯度不够啊，你上面有金属啊，我替你除掉啊，我去掉的话，那这手术费，对吧？一克加多少钱？这种大家也能理解啊，就是金店会做手脚，那无非就这么几种情况。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哪种情况，如果工行问心无愧，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反正不出在工行，那工行应该报警啊。即便不报警，那工行要起诉啊，也就是你这个消费者和那个金店，你们啊来污蔑我，工行的声誉是不是遭到损失？这一下全国都知道了，工行卖假金条，工行自己还去请第三方去测，最后来辟谣。那工行为什么不起诉不报警？哎，工行是我们的大头啊，工行是大家的，那你就是这个消费者或者是这个金店涉嫌污蔑工行，就是或者是我们换种说法吧，你消费者不懂，金店不懂吗？对吧？你是金店，你是专业人士，你在你这儿一剪开之后，上面发黑，怀疑这个黄金有问题，你金店难道不给解释一下吗？说这个不是啊，剪的时候容易有附着物，而是对吧？这个顾客就在自媒体上啊，在社交平台就发出来了，说是他买的这个金条是假的。大家认为这个合理吗？就是工行如果不报警，不去起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来洗刷自己的这个不白之冤，解释不过去。为什么呢？你看那个网红超市啊，对吧？教父超市，哎，你就质疑一下它的发展模式，他都要起诉你啊。那怎么工行是人民的，是大家的？然后你看啊，那个教父超市、网红超市，有人说他卖的玉是假的啊，是不是和田玉？是俄料或者是什么青海料啊？那玩意儿就几十块钱一个，或者几百块钱一个，他到后面加好几个零，就像那个路由器啊，299，最后给到政府那是75万，一个意思啊。你看网红超市是不是把那个说人家污蔑他，把人家告了？那你说工行为什么不起诉呢？这不对呀，反常啊！如果工行对吧，你理直气壮、堂堂正正，那你对这种污蔑你工行卖假金条的，你说这个能放过他吗？所以这个事情很蹊跷啊！大家仔细去想一想，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对吧？连那网红超市都有底气去告人家，说人家污蔑他。哎，大家想一下，那个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5·1啊节假日跑去给那个网红超市背书，对吧？说哎，他卖的这个玉啊，第一个啊标价都有，第二个它的检测机构是合法的，第三个它有台账，是吧？进价有啊，卖价有。你看，当这个网红超市遭到别人质疑说他这个卖假玉的时候，这个地方检测机构、地方政府立马跑去给他背书。你再反观这个工行，当有人说工行卖假金条的时候，为什么市场监管部门不去工行把它金条也去抽检一下，对吧？然后说哎，卖的都是真金啊，欠租金。为什么？难道工行还比不上一个网红超市吗？工行可是大家的呀，更不容玷污啊，更不容污蔑啊，对吧？你如果说全国那么多工行都卖金条，你没法都去查。那你说涉事的啊，什么上海什么南翔那个工行，那你好歹地方那个市监部门也过去检测一下，然后给他背个书啊，说他卖的金条绝对是真的。所以说啊，很多事情就怕这么比较对比，你一对比分析，你就发现有问题，对吧？哪儿有问题啊？反正是有问题，你就找到中间的差异。当工行遭到别人质疑说他卖假金条的时候，他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啊，找什么检测机构来证实我这卖的是真金条。当一个网红超市遭到别人质疑的时候，他是跳出来告别人，然后这个啊政府部门主动的为他背书。作为韭菜啊，既不懂玉，对吧？也不懂黄金。这黄金啊有价，玉无价，对吧？这既然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知道里面坑多，那我们就敬而远之吧。什么黄金什么玉，统统的都不参与，不交那个智商税。黄金你在哪儿买你放心啊，每个环节都有坑。玉呢你更别说了，一块石头卖你好几万。从这几个热点事件啊，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真的是个草台班子，经济下行啊，这些乱象会越来越多，大家还是好自为之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